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领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这个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3.9亿余元。这是昨天天眼查的这个信息啊。这个恒大一共是64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707亿元。基本上已经很难翻身了。这个作为一个房企小巨人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闽系房企阳光城，我看他昨天发的公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逾期债务、累计诉讼等进展情况的公告。这个阳光城曾经是高峰的时候是2000亿的规模也是个小巨人虽然比不上恒大、融创、碧桂园，但也是小巨人呐。这个阳光城爆雷以后3年半的时间里面，从爆雷开始到现在，合计裁员19385人，也就是裁掉了2万人。一个阳光城裁员不算什么，但是少了2万个工作岗位就是塌方式裁员。这不光是阳光城一家，其他的房企都是一样。这些岗位减少，实际上也增加了这个就业的难度本来这些房企可以吸纳几十万人就业，房企上下游，你比如说设计公司、设计院也是没有业务，也是要裁员，就知道为什么就业难这个今天华侨城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天创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阳春湖高铁商务区一宗土地约105亩，原计划建设成为集高端产业聚集的地铁上盖的叫 TOD 项目，但是综合考量产业招商及房地产市场情况，政府部门拟通过收调共动方式对 TOD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将原商办为主、住宅为辅的建设指标调整为住宅为主、商办为辅。调规后的土地进行公开市场招拍挂。土地收储并调整规划后，启动土地供应程序，重新供地面积及收储土地面积、土地出让价格根据调规后指标重新评估。这个华侨城方面表示后续天创公司计划通过招拍挂方式参与调规后的土地竞买。据天眼查信息，天创公司2020年曾获得洪山区阳春湖高铁商务核心区一块地，地价高达52亿元，面积约14万平方米。由于该土地价格较高，在被收储后，预计华侨城将获得不低的收储金额。这个玩的很有意思这个化债方案、化债资金一部分，对吧？是5年，一共是4万亿吧？记得1年8000亿，用来这个地方政府收土地或者收开发商没有卖出去的房子收储。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看，都是哪些企业被收储，就是哪些企业手上地卖不掉，政府把它买回去了。前几天是越秀地产，对吧？越秀地产它是广州国资委的国企，对吧？政府收国企的地，那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他们是一起的。这个华侨城呢也是国企，也是左口袋倒右口袋。就是我们哪天如果看到一个民营企业，比如说碧桂园一块地，或者是恒大的一块地被政府收储了，这个才叫新闻。国企的地被收储，这个不叫新闻。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这种收储那地方政府肯定是收国企的地肉烂在锅里面，自己解决自己的麻烦。他这个地根据华侨城公告政府把它收回去之后，本来是商业为主、住宅为辅，大家知道吧？搞过房地产都懂。如果那个规划是商业为主、住宅为辅的话，那你这个利润就比较薄，因为商业不怎么值钱，不好脱手。你只有把它改成商品房卖，那才价值最高。你看政府把它收回去之后，然后调规变性，把它改成住宅为主、商业为辅，这一下经济价值就上去了。当然了，前提是你的房子能卖得掉你改成商品房，房子卖不掉也是麻烦。然后调规变性之后，以住宅为主、商业为辅，然后再挂牌让别的企业去买。你看政府从中还赚一道，也就是你看本来是商业为主、住宅为辅，那这个价收储价就比较便宜，收回去，然后政府把它数字改一下，住宅为主、商业为辅，这样就卖个高价。你看低价买收进来，高价卖出去，政府赚点钱，这个逻辑它也成立了，政府赚钱他就愿意。当然了，这个跟着土地市场这个情况而定如果这个现在土地没人买，你就是把它改成纯住宅，恐怕都不一定卖得掉，没人去参拍。然后华侨城说他到时候有可能通过招拍挂再买这块地，调规
变性后的地，你看看，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啊。也就是花家城他的托底，就是政府把他回去把这地拿回去打办以后啊，卖高价，如果卖不出去，花家城来给你再买回来，这玩的是什么？这不就跟那个淘宝或者是那电商刷单不是一个意思吗？所以我说这个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正是国企跟政府之间玩，肉烂在锅里面，不管谁来买，政府没赔钱，他要赚钱，政府就干。国企呢，对吧？你救我一下，你把钱先给我这边先活下来啊，然后呢，你那个地卖不掉，我再去买，反正到时候押给银行掏钱。今天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说深圳免息垫首付楼盘违约，10余楼盘卷入其中，这怎么回事呢？说2年前被广泛宣传并吸引多位业主买单的深圳免息垫首付楼盘出现新情况，在业主方了解到，今年6月开始，开发商指定的第三方合作公司未如期向银行还款，出现违约问题。为业主提供贷款的第三方客户公司监管员表示，业主还款资金被挪用或与部分开发商相关，并对免息垫付首付情况表示不知情。而在业主与开发商沟通会上，开发商、业主以及第三方损失金额统计也有较大出入。据业主发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深圳龙岗、坪山、光明以及东莞等10多个楼盘，法律人士认为，免息垫首付的或涉及首付贷违规行为，相关人员或涉及行政处罚或刑事犯罪。什么意思呢？这个说白了就是前几年啊，深圳楼市爆火的时候，炒楼啊，那时候炒楼推出各种首付贷，那种首付贷都是不正规的，有第三方过桥垫付。现在第三方这个银行啊说这个没收到这个首付，第三方说这首付不知道在哪儿，开发商把它挪用了。总之你看，第三方公司、银行、开发商开始扯皮，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就是这些炒房的，你连首付都没有，还要免息垫首付，就是说你首付资金都没有，第三方给他免息垫首付，然后你买房，我只能说被骗是活该呀。这个属于炒房，炒房有风险，对吧？自己担风险。我想一个刚需房，不至于跑去买，说你首付都没有，你还人垫首付跑去买房，那这多虎啊，对吧？这些都是炒房的，炒房客。现在买单时候到了，那房子还挂在自己名下，银行跟他要首付，说你首付没付，对吧？你要不付的话，银行可不管，他把房子没收。你说找这个第三方，找开发商都没用，没人理你。炒房的啊，这下惨了啊！还有更离奇的啊，离奇的事情恐怕也只有咱们这儿有啊。这是中国经营报报道啊，说房贷利率下调，月供反而多了。也就是最近不是按揭贷款利率下调了吗？无论是存量的还是这个你新的这个按揭贷款利息下调，那大家本能的认为，那我每个月还款是不是就少了吗？利息调了吗？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很多人呢，房贷利率下调了，但是月供反而还多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太神奇了啊！这个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多位用户反映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最近一期还款金额却涨了。这上海的王先生表示，在房贷利率调整前，每个月房贷扣款金额将近6000元，而这个月扣款1万元，这下多了4000呢，这不是开玩笑吗？10月25日，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主要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对存量房贷款利率批量调整。针对房贷利率下调，月供反而增加的情况，王先生致电银行客服，对方表示有多位用户反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系统问题，我们正在排查。那这个系统还挺贼的啊，你怎么不往少里算呢？这系统本能的都往多里算。说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重庆的李先生表示，我的房贷利率是从固定的 4.41% 调整为 3.38%， 而调整后的还款金额从3197变成了3276，希望下个月能减少。也有用户反映，房贷利率调整后已经连续2个月还款金额上升。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这主要是银行内部工作调整以及定价公式的重新制定。年底通常是银行进行一些内部调整和优化的时段，这会导致某些贷款产品或还款额度的变化，特别是系统性调整。12月就会出现还款额实质性下降。这个专家洗地啊，这水平不高啊，这就是叫强行洗地。我们反过来说啊，你这是贷款用户，对吧？国家把这个利息调低了，结果贷款的用户还按揭还还多了，你说是系统有问题，你说了一大堆。但是我们反过来，你说这个存款利率下调，对吧？韭菜把钱存在银行，
存款利率下调，那么从来没有说给韭菜多算点利息的呢。所以他这个所谓的系统，那也是很人性化呀，叫宁少勿多啊。总之要保证银行的利益，想方设法的克扣。我理解成啊，这个银行啊压力太大，银行这几年对吧，一个是存贷差，这个息差呀越来越小，挣钱越来越难，然后韭菜又不愿意贷款，然后韭菜还提前还按揭贷款，然后他的这个钱啊又贷不出去，各行各业都不愿意加杠杆，都在缩表，所以银行日子很难过。就在这个时候，银行还要支持房地产的这个叫回暖，还得降息，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最近啊，关于这个棚改，我看网上讨论比较多，这个棚改货币化安置啊，这个前不久啊，这个住建部联合那个财政部啊，把这个本来是35个城市直接推广到300个城市，对吧？对这个城中村拆迁改造，对吧？直接翻了上几十倍啊。其中啊，这次棚改货币化安置，大家讨论最为激烈的就是房票制度。我看了一下，这个郑州啊，在这一块又走在前列，对吧？他都已经推了2个项目了。郑州啊，经验颇为娴熟啊，通过房票方式直接造成了一波楼市去化小高峰。为了避免啊各方担心这个房票兑付，比如说提供房子的开发商，他要收到房票之后，万一这房票兑付不了怎么办？这开发商心里也悬着的。所以这个文件啊明确，本次房票专款专用，保证兑付，让这个提供房子的开发商吃个定心丸，你就老老实实，对吧？你放心的收这个房票。11月18号，位于郑州市惠济区2个项目完成首批房票兑付，2个项目首批兑付房票共81张，到位资金9904.9万元，就将近1个亿。所以你看郑州啊走在前面，至少有81个人呢拿着房票跑到那个指定的这个小区啊开发商那儿换房子去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货币化安置，这个棚改也要掀起新的一轮楼市的这个热潮啊，至少会让楼市回暖。你看这个房票既可以帮助村民安置，就是拆迁的地方城中村改造嘛，而且没有过渡期，因为你拿着房票去换现成的房子，已经盖好的，那房票就是钱。然后开发商呢拿到房票，他房子卖出去了，房票就是钱，可以跟政府那儿去兑换，那开发商就回笼资金。同时啊，是不是那个感觉库存消化了不少？81套房卖掉了吗？然后 GDP 是不是又做了贡献，又上涨？实际上啊，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没那么简单。这个房票拿什么兑付啊？最终是政府恐怕拿化债资金，对吧？这个好，你这个城市的城中村啊，给你扒倒、推倒、重新规划，让这些村民呢，或者这些业主呢，政府给他发房票，按照你这个面积，对吧？你这是40平米，你这是100平米，给你多少房票？你拿着这个房票，你到附近小区，你去兑房子、现房。开发商拿着这个房票之后，他到政府去兑钱，要不然开发商拿个纸有什么用呢？那政府到时候把这个钱，那还不是化债资金吗？给了开发商，那个化债资金谁还呢？怎么还？还是你那个拆掉的那个地，你要重新把它这个规划，又要盖房子去卖，卖掉了去还那个化债资金。你除了盖房子卖，你还干什么赚钱？城中村呢？城中村你要因为那个拆迁之后，你要把那个化债资金给还上了，那你只能盖房子。你要把它盖成公园，那完了，都没有还款来源了。你看，你表面是去掉库存了，实际上后面你还继续增加库存，而且还得保证把它卖掉，你才能还上那个化债资金。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简简单单说库存就去掉了，政府日子就好过了，不是这样子的。你顶多是把时间往后延了一点。第二个，对这个拆迁户来说呢，那更是一言难尽，对吧？我记得以前你只要说你是拆迁户，那就意味着你是发财了。反正过去北京是这样子的，北京那个郊区啊，那房子上写个拆字，那就表示啊，你这个几百上千万的钱到手了。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啊，我以前在北京租房子住就住在那个大裤衩那儿，央视啊，那个大裤衩。北京的网友应该知道，它以前叫什么？好像是纺织厂的吧？是北京地级纺织厂宿舍，也是2个大高楼塔楼。但是我就住在那个塔楼上面。我那个房东啊，是一个大概其像牛二一样的，或者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上面的那个包租婆啊，非常像，没人敢惹。说他啊，当初在那个纺织厂就一个宿舍，他坚持不拆。但是那地方拆迁是要盖什么？先不是盖央视那个大裤衩，先盖那个塔楼。他以前那地方是平房。盖塔楼的他就一个宿舍，深深给他分了2套，人家都是分1套，但是他不走啊，他闹啊，说他一个爸啊几十岁了瘫痪不能动，总之他一闹啊，人家都是分1套的，他分2套，但是2套不在一起，一套就在那个塔楼，1套分到别的那个远一点的一个什么小区，总之人家弄2套。好了，
结果没多长时间啊，没十几年，那个塔楼也拆，盖那个大裤衩嘛，那时候在规划，结果他那一套他又要了2套，就我感觉他是就靠这个拆迁房子啊，他恐怕赚了几千万，特别能闹。不满足他就不走。过去那个写个拆就意味着钱来了，要发财。但是现在不一定了啊！你如果城中村你拆迁，你拆的不好，你还赔钱。为什么呢？他现在不给你钱，给你房票，然后这个房票，如果多给点，你能换2套房子。第一个，它是指定区域，你不能说想在哪儿换就在哪儿换，这是第一个，指定区域换。第二个，你换的商品房价格比较贵，房票不是一套房？房票是比如说100万、200万，是一个数字，相当于那么多钱。你拆迁的那个地方给你500万的房票，好，你500万可以到别人买2套，你买1套，你剩下的钱花不掉怎么办呢？对吧？那个房票它是个整数，你换房子你总是有缺，对吧？你往大了换，你往小了换，你房票多了他也不给你找，对吧？你比如说你房票是500万，你换个480万的，那还有20万怎么弄？你总觉得吃亏啊，所以你会510万、520万换，你没有那么正好是500万的。所以你还得挖出大一部分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房子恐怕还要装修，你也得花钱。第三个就是那个房子啊，你换的房子，如果你是拿着现金去买，市场价他七算八算的给你打折，1万块1平米。但是你要拿房票去换的话，它就是1万5一平米，没得折扣。你看吧，现实操作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吃定你了，你知道吧？知道你在这儿，你除了我这儿没地方换，换来换去就那么几个楼，你换去吧。所以说他很多优惠折扣的就没有了，对吧？你拿现金去买1万1平米优惠价，但是你要拿房票去换1万2、1万3，甚至1万5都有可能啊，就是总是你要吃点亏。所以这样七算八算的，你还往里搭不少钱。很多这个拆迁户啊，他巴不得你给我10套房子，哪怕垃圾一点不要紧，为什么呢？他当包租婆，反正他自己不住，出租。你给我那个商品房价格太高，我不合算。你给我回迁房，回迁房便宜吗？成本低。你给我回迁房多给我几套，我出租。所以说很多拆迁户巴不得这样。所以说啊，现在市场上房票啊，有人居然打7折8折往出卖，就是他拿了房票之后，他也不去换房子，换了房子没用，吃亏，完了那房子也在贬值。所以有的人干脆要把房票100万的房票7万卖给人家，卖给谁要？打7折再卖。所以说啊，在房价涨的时候，房票有好处，房票本身有优惠。这政府为了不给你现金啊，给你房票，他会引诱你，对吧？你要拿房票的话，就给你几折，在上面给你优惠。那个时候，那真正的是好处，因为房价在涨，你房票肯定要用，买房嘛，买房要发财赚钱。现在房价在跌，你的房票就给你优惠，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完了之后，你换房子还遭到人家盘剥一番。所以说啊，房价下跌的时候就是拆迁。也占不到什么好处了，占不到什么太多便宜。所以楼市下行啊，拆迁户的日子啊，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个拆这个字啊，画个圈在墙上，不代表是暴富了，保不齐是越拆越穷啊。所以这次100万套这个回迁吧，拆迁城中村改造，扩大到300个城市，恐怕又像是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政府来说，债往后延了延；对这个拆迁户来说，是福是祸很难说。唯有那开发商确实占点便宜，这房子卖掉了，然后又回到咱们老话题啊，那政府那个房票，他一定会让你限定几个开发商，那个开发商十有八九又是当地国资，所以你看钱转来转去的，还在政府口袋，不能跑了。你要转到民企口袋，那就麻烦了。去库存也是帮国企去，反正是肉烂在锅里面。也就是说啊，这么一套搞法，反正你这个碧桂园，对吧？这些民营房企，你呀自求多福。这个最近啊，我看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啊，说这个吴小球说啊，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时代。从这个结论来说啊，我是认可的啊，就是房地产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个时代。这主要是人口决定的。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又是高速飞速发展啊 ，GDP 又回到这个8%、9%的增速，完了韭菜收入也在翻倍的增长。那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恐怕又要繁荣，因为韭菜收入涨了嘛，涨得非常快，否则的话啊，那楼市只有慢慢下跌一条路。这个11月22号到23号，国际金融论坛第21届全球年会，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小球出席并演讲。吴小球说啊，他的主要观点说，从9月24号到现在，我国都在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最核心的是要扩张，通过市场机制，通过有效的政策让消费能够有所扩张，同时要通过制度和法治方式，要让投资者有信心，让资本能够稳定下来。就房地产来说啊，他表示房地产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到位了，
主要是降低首付和大幅度降低居民购买房子的利息支付。应该说，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主要是让它止跌企稳。他说，当然，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到以前那个时代，过去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了沉痛的负担。我们要以此为教训。他说，但是让房地产市场企稳，这还是中国政府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不是让它回到过去的年代。我记得吴晓球对房地产的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吧，因为房地产没有办法再回到10年前那个时代了，大家都闭着眼啊，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房，房价永远涨，对吧？这个成为一个信仰，没人怀疑过。让房地产市场企稳才是这轮政策的目标，没有说要炒房。所以那些还在做梦，对吧？还在想着通过炒房赚钱，还投资房产来赚钱的，来致富的，醒醒吧，不要被人忽悠了。人家买房你要搞清楚，他是钱太多没地方搁，对吧？总不能全存公行啊，所以人家配置房产，对吧？多买2套房子出租，那是因为他不能全存现金，然后人家钱太多，那煤老板他钱怎么办呢？他只好去买楼，那他是被逼的，对吧？作为普通韭菜，千万不要加杠杆，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房，然后指着房子涨价把它卖掉赚钱，这个已经风险很高了，很有可能，对吧？叫血本无归啊！加杠杆是很可怕的。煤老板买房子他不加杠杆，人家全款直接一付。这个房地产价格涨得太快，韭菜的收入没有跟上，甚至韭菜的收入还在下降，所以导致现在这房地产低迷。终究它的泡沫破了，因为已经涨到别人不相信了，就是大家不相信后面还有人出更高的价钱能去接这个盘，对吧？一旦大家形成这个共识，你说它怎么涨？那就是大家跑的时候，大家都跑，没人进去接盘，那房子就要下降，房价它就会自由落体，房子就会砸在开发商手上，卖不出去，就这么简单。击鼓传花，后面没人接了，这个韭菜终于累了，接不动了，故事讲不下去了，因为房价涨得太高，韭菜的收入太低。实际上2018年还是17年那个3条红线，虽然说这个造成的后果不太好，但是他那个意识当时搞3条红线给这个房地产刹车减速，他思路是对的。如果说那个时候不采取这个措施恐怕现在更危险，那是恐怕是爆得一塌糊涂。你看看那炒房的多疯狂，深圳的、杭州的，这么炒下去，就跟那个股市的牛市一样，最终是什么呢？血流成河。所以3条红线给他杀一下，虽然这些措施还值得商榷，就是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它慢下来，这个值得商讨。但是那个时候他有意刹车是对的，要不然你要不刹车，你不动就任由它就这么涨，今天恐怕应该更惨。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网上有个网友贴出黄金的房子，这个黄金的房子就是胡锡进老师买的房子。这个网友说他说我终于卖了江河孔雀城的房子。胡锡进老师买的是大厂，是哪个楼盘咱不太清楚，就在通州隔着潮白河对岸，厂通桥嘛，刚通车。这个网友说他是156万买的，2016年买的，就是8年前买的，正好是胡锡进老师就是那个时候买的。胡锡进老师说他买了有10年吧，128平米的洋房，对吧？他买了8年，他要交8年的物业费。记住了，156万买的，今天70万的血亏卖出，那就是半价都没到完了还赔了8年的物业费。他说纠结了好久，还是卖了。原本想养老，当初说的北部新城各种配套啥也没有，小区入住率只有10%，不想再留了，卖了省得闹心，再不敢轻易买了，当初晕头了。我估计胡锡进老师也是现在胡锡进老师遭受了怎样的这个打击去年这个时候胡锡进老师可以叫这楼市股市双杀戴维斯双杀，对吧？那买在大厂的房子跌了一半，胡市跌了30%，现在也可能胡市回本了但是那个楼市那还是心中永远的痛这北京还没放开呢，到年底通州到这一放开，那胡锡进老师那大厂的房子更得稀里哗啦卖都卖不掉了。现实总比胡锡进老师所描绘的那个理想的中国要来得更残酷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